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在。请起立，三个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圣人着听。请咱由安徛着，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后一个。第2个也三亲像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2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也着安尼三听，恁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三角的高头启用文，启用文第13篇，诗篇42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活的上帝。我每日用目屎准饭吞。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我对念这个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有出？着仰望上帝，我犹豫要称赞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有出。
你的瀑布出声，深淹甲深淹三呼应。你是上主喜乐伊的慈爱。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你是安怎袂记得我？我会对敌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要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伊。同心来祈祷，信实公义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万民中拣选阮做你的囝儿，阮有份伫你的国内面，领受你的教导，令真理的光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行正直的路。你的话也成做阮生命的准则，总是阮常常照家己的意念去行，无去追求上帝的旨意。至到时常讲出无合意的话，炫耀家己，却无荣光上帝；追求利益，却无先追求上帝国的义。恳求主搁一摆接纳阮，引带阮时刻到阮伫地，予阮达时警醒，予阮言行事正，活出基督的款式，荣耀主你的名。每到年尾，阮拢期待气骨换新。只是阮踮伫基督内面，求主帮助阮时时悔改，日日成做新造的人。全能的上帝，你有应允要白白赦免、悔改，倒转来归伫你的人。求你即时用你所应允救赎的恩惠来充满阮的心。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圣歌队要用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间，带领咱敬拜。
咱来共听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赛亚书49章第1节到第7节。正海岛啊，就听我讲，住伫真远列国的人民啊，要注意听。上主伫我出世以前就警告我，我还伫母胎就甲我号名，伊互我的喙亲像利剑，用伊的手庇佑我，保护我。伊互我亲像磨甲金细细的钱，甲我藏伫伊的糋地内面。伊对我讲：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要通过你显示我的荣耀。毋过我讲，我的劳苦拢是空空，我用尽气力拢无采工。要句上主是我的裁决者，我一定会对上帝得到报赏。我伫母胎，上主就造我，互我做伊的仆人，通互雅各的后代倒转来伊遐，带以色列流亡的子民聚集我来。安尼，我伫上主面前会得到光荣。我的上帝嘛正做我的气力。现在上主对我讲，我要互你做我的仆人，互雅各逐支族搁复兴，甲流亡的以色列人带转来。我要搁互你一项重要的任务，互你做万国的光，互我的拯救普及天边海角。上主，以色列的救赎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安尼讲：你这个受人藐视、互万国痛恨、做统治者的奴隶的人，君王看到你会徛起来，领袖看到你嘛会趴落去，表敬你。这个事会实现，因为上主信实，因为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有竞选你。愿上帝祝福听谈搁遵行伊的话的人。老师今日要传讲的信息是听我的歌。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当管三自节，踮伫你的圣殿献上敬拜，读你话语的时，愿你踮伫阮的心里，互阮对你遐阮领受新的气力，踮伫每一摆面对生命变化的时，犹原体会到主你的掌权，主你亲自引带阮，互阮踮伫每一个时刻看见你的荣光。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也这代平安。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咱确实会拄着侪的挑战，也会拄着侪的困难。最近看咱的周报，咱就会发现，咱中间有几个家庭拄着有亲人离别的事。当咱咧看这的事，当咱为着每一个家庭献上祈祷的时，咱也搁一摆敲吹上帝的怜悯，以及敲吹上帝的安慰，要怎样通过伊，通过咱，互咱成做一间教会的时阵，咱会当不断见证上帝的听永远存在。每一摆，当咱经过上帝恩典了后，咱拢会做一个新的决志，就是期待经过这个困难，我会当阁徛起来，我会当阁继续来面对伊。毋过，真遗憾的是，有当时啊，人生踮伫一摆阁一摆拄着困难，一摆阁一摆拄着艰苦的时阵，人会渐渐放弃，人会渐渐感觉讲，我敢袂当莫阁安尼阁继续行落去啊？这是困难。毋过，也踮伫每一个困难的时，通过上帝的话，一直咧提醒咱，咱的苦楚，咱的声音，会当来到伫主的面前。咱每一个人对心内底的土气，每一个人心内底的哀伤，会当带到伫主的面前，通得到新的气力。今仔日咱读以赛亚书，这是一段。共款一个受到上帝所差遣的奴仆，受到上帝所差遣的奴仆，面对着这个世界，
面对着伊所要服侍的人，一摆搁一摆的拒绝；面对伊所咧背叛的人，每一摆当伊咧替遮的人祈祷，每一摆当伊望遮的人会当徛起来，毋过伊一摆一摆是失望。遮的人继续活伫罪恶的中间，遮的人继续选择要离开上帝。老实讲，咱会当体会，对以赛亚对这个先知来讲，无感觉是骗人的。咱大概拢有即款经验。当咱想要去帮赞咱身躯边的人，一摆搁一摆；当咱真热情愿意去斗相共，但是一摆搁一摆，犹原看到伊踮伫罪恶的中间，逐摆看到伊踮伫济济困难的中间的时阵，咱的心内底其实是足辛苦的，嘛是真艰苦的。所以伊无可能讲，因为伊是先知，所以伊心内底就无感觉。每一摆当伊用心去陪伴人，当每一摆伊用心去服侍了后，其实心内底是愈来愈忝，愈来愈心酸，愈来愈感觉讲，上帝这敢是我应该爱行的路吗？伊会一直去想，一开始应该毋是安尼吧？当上帝呼召我的时阵，主讲有啥物人通为着阮去？先知讲，我伫遮请你找我，我伫遮请你找我。伊的期待是我受到苛刻的时阵，应该爱得到济济上帝恩典，敢毋是？毋过，那会所发生的代志，甲想象的拢无共款。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搁较侪。不爱听伊的话的人，永远比愿意听伊的话的人搁较侪。济人犹原踮伫罪恶的中间。今仔日读的这段诗歌，这是罗卜的歌。以赛亚书内面有4段咧记载仆人的歌，这是其中的一段。所以咱会当想象，当伊踮伫迄个困难，当伊踮伫心内底艰苦的过程，当伊感觉非常的忝，非常也袂去气力的时阵，忽然间听到这个声音出现踮伊的生命中间，咧喊话讲啥物？正海岛啊，着听我讲；住伫真远列国的人民啊，着注意来听。上帝伫我出世以前就已经警告我。我也伫舞台就甲我号名，伊真做阮的帮衬，保护我。这是先知家己所讲的。这个歌声，当这个歌声伊开始咧吟，家己咧唱的过程中间，当伊一直咧想着上帝怎样竞选咱，上帝怎样带咱经过现在的困难的时阵，这个歌声透出来。这歌声透出来，在讲什么？上帝捌咱的，上帝捌咱每一个人。伫咱也伫舞台的时阵，伊已经竞选咱；伫咱也未成形的时阵，伊已经成做咱的救主。伊也使用咱，互咱要成做奴仆。所以伫迄个艰苦的时刻。吟诗的时阵，这个吟诗成做一个土气，这个吟诗也成做一个讲心内底声音的过程，讲伊的故事，讲伊的期待，成做上帝的奴仆。伊需要承受的这份就是勇敢用上帝的话来鼓励咱身躯边的人。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大的鼓励。当咱会当三字集，成做教会，成做团契，成做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的时阵，当看到身躯边的人软弱，当看到别个家庭拄着艰难的时阵，一项真重要的事，咱毋是靠咱家己的财物，毋是靠咱家己的气力，讲我会当怎样来帮助人，我会当怎样来拯救伊。脱离这个黑暗，脱离这个罪恶。上大的恩典是上帝用伊的话，成做咱的帮衬，互咱清楚知影，讲今仔日咱会当成做一体，
这是上帝对咱还未出世进前就已经竞选咱的。上帝早就已经竞选咱，互咱成做服侍伊的人。所以通过讲上帝的话，通过读上帝的话语，通过祈祷的时阵，迄个真实的怜悯甲安慰已经临在伫咱每一个人中间，包括咱家己。这是先知所咧经验的。所以先知每一摆因领受上帝的指示的时阵，咱拢会讲先知的话语到底是甚物？有当时咱有一个误解，咱认为先知是咧讲预言，那亲像算命的共款，讲未来发生的代志，其实毋是安尼。先知的话语是讲出生命真实的状况，讲出真实的状况，然后这是对上帝来的启示，邀请咱每一个人做出回应，这是先知的教导。所以，因为伊讲的是真实的状况，所以伊所得到的是啥物？逐个人才会拒绝伊，逐个人才会攻击伊，因为伊所讲生命真实的状况，有当时是无受人欢迎的，有当时讲出伤坦白的代志，讲出伤直接的代志的时阵，逐个人无想要听伊的话，逐个人敢若想要拒绝，逐个人敢若认为讲你讲的拢是假的，你讲的拢是无效的，无怪伊安怎讲？伊讲我努力，我真正劳苦，但是拢安怎空？我用尽气力，拢无采工啊！我劳苦，但是拢无采工。这个经验点伫先知的生命，我相信嘛出现点伫咱。无论咱是牧者，无论咱是老师，也是咧做帮助人的人，拢有类似的经验。你用尽一切的气力，努力劳苦，但是拢安怎？无采工。想要帮助每一个受伤的人，想要扶起每一个点伫悲伤中间的人，但是无受到人的理解，无受到人的接纳。当咱每一摆想要去斗相共的时阵，阁会拄到一个别人的拒绝，迄个感受是困难的，迄个感受是无好的，会互你感觉讲我敢会当莫阁安尼继续落去啊？毋过，即首诗人的歌一直咧讲啥物？伊讲上帝的罗卜上界重要的是咱的使命，咱会当活地，是因为上帝的拣选，咱会当去服侍别人，咱会当去关心别人，咱会当去鼓励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这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互咱成做一体。所以，伊必须爱清楚知影讲，伊所领受的是甚物，咱也是共款。成做一个军队基督的人，咱是受到基督的疼，咱早就已经领受基督的疼，互咱会当踮伫遮成做一体。所以这首歌伊会继续唱。这首歌讲，我会当信靠上帝，因为上帝要替我伸冤，上帝会照我一切行为来报赏我，因为伫我出世之前，上帝已经指派我成做伊的奴仆。上帝所交予我的任务是，我爱引带四线的以色列人民重新过自一倒转来。上帝要予咱荣光，上帝是我气力一切的来源。咱看到这条诗歌，一直咧唱啥物？这首歌咧唱的是人生命中间的物质。是唱出人生命中间的艰苦，那亲像爬袂起来的过程中间，毋过到伫上尾啊，伊体会的是上帝必然要成做咱的荣光，上帝要互咱成做荣光，上帝要赐予咱新的气力。所以牧人的歌唱出的是上帝所予先知新的想象。先知的工作是重要的。有当时啊，咱错误理解什么是先知，咱敢若认为讲先知是讲遐个
飘伫半空中的代志，亲像算命的人共款，伊会当算出咱未来的路。咱错误了解什么是先知，致到咱的性命失去希望。先知是伊清楚知影，领受着上帝所予伊的，讲出咱性命真实的状况，然后才讲出每一句话，要带领咱进入一个新的想象中间。迄个新的想象是上帝的计划，所以咱的性命才会成做新的，咱的性命才会成做一条新的歌。无咱一直会照咱所想象的，我的人生我家己会当掌权，我的人生我家己会当按算，唔干那讲按算我家己的人生，我甚至替我身躯边的人按算伊的人生。所以，先知互咱啥物？先知互咱完全新的想象，然后先知的工作会对显露出来。先知的话，透过咱读上帝的话语，透过宣讲上帝的话，也透过咱吟诗，透过咱吟诗，也透过咱济的创作，无论是画图，无论是用济拍片艺术的方法来表达。所以艺术成做一个新的想象力，互咱踮伫生活中间去体会上帝伫遮永远存在。所以这首歌所讲出的是每一个作者心内底郁卒，心内底每一个艰苦的过程，然后体会到上帝恩典了后，伊知影讲伊的使命是啥物。上帝对伊讲：“我的奴仆啊，我予你真重要的任务是，你爱复兴雅各的逐个支族，因带整以色列的子子孙孙搁转来。你必定会成就这一切，因为以色列的上帝已经竞选你啊！上帝会持守伊的应允。所以我头拄甲大家分享，以赛亚书有四条牧人的歌，伊分这是第二首，第一首踮伫42章，第二首是49章，第三首是50章，第四首踮伫52章到53章。伊所咧唱的，拢是先知成做一个受竞选的奴仆，爱去完成上帝予伊的使命，伫艰难受苦的过程中间，体会上帝恩典，经验上大的恩光。当咱安尼看的时阵，咱就会知影，虽然咱今仔日咧读旧约，毋过伊咧表达啥物？上界重要的奴仆就是透过旧约。咱要认捌新约所要发生的，这个牧人是咧讲什么人？这个牧人就是要带咱看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款式就是安尼，承受上帝的使命，来到伫咱的生命中间，陪伴咱经验每一个艰苦，唱出新的歌。我相信，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若要爱咱来选，咱拢有家己上意爱想要唱的一条诗歌，对无？大家人拢有咱家己所意爱的诗歌，这个诗歌检采是圣诗倒一首，大家人拢可能家己有家己所爱的。嘛有可能少年人会讲，我有较爱遐个流行的短歌。咱会当进一步来问，为什么咱爱吟这个歌呢？为什么咱爱吟这个诗歌？因为唱歌毋是干那唱好听，唱歌嘛咧唱什么？唱歌唱的是咱的记忆，唱歌咧唱的是上帝的作为，唱歌所咧唱的也是咱人生的经验，唱歌咧唱的也是咱对未来的期待。所以，当咱每一摆会当吟诗、吟咱所熟悉的诗歌，也是吟一条新的诗歌的时阵，其实咱拢一直咧甲上帝建立新的关系。譬如讲，头拄信歌对带咱吟的迄条诗歌，逐个人拢足熟，对无？逐个人拢足熟，有时咱经过美丽清真好见。
后壁一直咧唱啥物？免烦恼，心平安。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咱会透过每一摆咧吟这个诗的时阵，一直带咱去体会，是咱生命中间济济的烦恼，生命中间济济的跨路。通过咱咧吟这个诗歌的时阵，咱唱出咱心内底的愿望，唱出咱心内底的平安。当咱每一摆咧吟，自细汉的时阵咧吟，到伫渐渐成长的过程中间咧吟一首诗，到伫咱年老的时阵咧吟一首诗，也是无共款的感受，对无？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感受，所以虽然有当时听起来咱咧唱同一条诗歌，但是上帝踮伫咱逐人生命中间的感动是完全无共款的。咱所咧吟的过程中间，是咧吟上帝的作为，是咧吟上帝通过咱大家的生命，成做一条新的歌。这条新的歌要显示上帝的荣光。所以伫咱中间，虽然有家庭拄着困难，虽然有家庭经验着亲人离开的事实。嘛有咱团契中间，咱的朋友兄弟姊妹可能伊离开，对咱来讲，咱心内底是艰苦。毋过也有兄弟姊妹，可能咱也迎接最近亲人会当三主节的欢喜。咱准备也有济济人踮伫今年可能准备要结婚，因的家庭也咧欢喜。踮伫教会中间，有人踮伫悲伤，有人踮伫欢喜，有人踮伫真好的时阵，有人踮伫软弱的时阵。毋过，当咱三甲咧吟诗的时阵，咱咧吟什么？吟上帝的作为。每一个人拢有烦恼，敢毋是？好事也是歹事，是喜事也是丧事，背后永远有烦恼，敢毋是？所以，当咱会当三甲咧吟免烦恼、心平安的时阵，迄会成做一个新的愿望。迄是一个真强的气力。伊咧吟的是上帝竞选咱，互咱成做一间教会，互咱成做一个共同有关系的兄弟姊妹。咱彼此咧吟的过程中间，通过对上帝的颂赞，吟出多元。吟出丰富，也吟出上帝的掌权。这是教会，这也是福音。福音比咱所想象的更较丰富。所以每一摆吟诗，帮助咱赢过软弱，赢过咱生命中间的捆绑。咱会当带着咱心内底的质疑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咱会当带着讲，上帝，我真正是服侍了真辛苦，啊，看到我身躯边的人一直无法度搁爬起来的时阵，我嘛毋知要安怎行。将这个声音唱出来的时阵，这首牧人的歌，带咱看见耶稣基督的款式，耶稣基督的受苦甲荣光，互每一首哀怨的诗歌，成做得胜的歌。今仔日，咱受到基督邀请，对唱家己的歌来转换咱唱基督的歌，唱基督的歌也要成做咱大家人的歌，这会成做咱的荣光。对顶礼拜甲大家分享，咱的礼拜堂受到白虾所攻击了后，大家人拢足关心这个问题，大家人拢一直咧烦恼。嘛，大家人共同咧问讲，啊，过来到底会当安怎办？是咱即栋礼拜堂遮尔久啊，拄着白虾的损坏，要安怎修理？要安怎处理？其实这无简单，是咱共同咧问的。所以大家人拄着我，足侪人青年人拢问我讲，啊，再来呢？大家拢问我讲，啊，再来呢？但是。老实讲，当咱问我讲再来咧，啊，搁来咧，我嘛毋知要安怎回答。
我敢若会当永远无变的答案就是，大家好好祈祷吧。但是踮伫即个祈祷的过程中间，有一个新的学习，就是除了祈祷以外，邀请大家来学习听上帝的歌是啥物，听咱生命中间的诗歌是啥物，也就是讲，咱会当先来想一个问题：咱捌踮伫即间礼拜堂中间经验过啥物？咱捌唱出什么款的声音？咱有啥物特别的事发生踮伫遮？大家人都会开始讲啊，可能咱踮伫即个礼拜堂中间受洗礼，咱踮伫即个礼拜堂中间结婚的，就侪人吧。咱踮伫即个礼拜堂中间经验过咱家庭中间侪大小重要的事，嘛共款就侪人。踮伫即个礼拜堂中间，咱嘛捌吟出无共款的诗歌吧。咱有侪无共款的记忆踮伫即个礼拜堂中间。当我咧看咱的历史的时阵，咱知影咱的礼拜堂历史真悠久。但是问咱一个问题，咱敢知影确实即个礼拜堂偌济年啊？答案大概是96年以上啊。咱的礼拜堂是96年以上啊，所以咱更加毋知的代志就是，咱的礼拜堂是台南城内面上早的一栋地方教会礼拜堂呢。当我安尼讲的时阵，大家人就会开始问啊，看世界咧，太平境咧，迄其实拢比咱较慢才去。即栋礼拜堂是全台南，其实除了中的礼拜堂以外，咱的礼拜堂是全台南上古早的一栋礼拜堂。啊，大家人就开始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出现即栋礼拜堂？宣教师看见福音的需要。迄当时，毋那是咱附近的兄弟姊妹需要一个聚会空间，包括中女的学生嘛来到伫咱的教会中间，所以因决定讲要起造一间较大间的礼拜堂。迄当时，万英华甲黄树明两位牧者，带领侪宣教师。姑娘、中籍信徒以及中女的学生共同祈祷募款，一点一滴咧累积建堂的基金，后来完成这栋礼拜堂的建设。简单来讲，这是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头一件对青年发起募款建设礼拜堂的案件。所以到建设完成了后，万英华安怎讲？万英华讲，这栋礼拜堂的建设是，毋是台湾教会的典范哦。伊所讲的是，这栋礼拜堂的建设是全英国长老教会的典范，因为伊看到大家人共同的努力，大家人共同付出踮伫这个礼拜堂中间，所以伊讲，这间礼拜堂的设立。这间礼拜堂的建设应该爱成做全英国长老教会的典范。所以，这个礼拜堂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讲，因为这是靠本土的信徒甲宣教师共同的努力所完成的，所以这个礼拜堂也代表讲，宣教师来台湾了后，台湾的教会要渐渐行家己会当徛起来。家己会当徛在，家己会当来宣教。后来，这个礼拜堂也成做南部长老教会召开大会的空间。踮伫宣教师的理解内面，这间礼拜堂就是全南部教会的中心。所有的教会是掠这间礼拜堂成做一个主体。后来，咱嘛阁知影。这间礼拜堂也有侪人踮伫遮吟诗，对无？包括信歌队，包括中女的学生共同踮伫这间礼拜堂内底咧吟诗、学老、致教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侪人讲咱是啥物的教会，唱歌的教会，吟诗的教会。所以一代搁一代，咱受上帝的景调，踮伫遮唱家己的歌。咱受着上帝的景调，踮伫遮咧吟基督的歌。这个参与的过程，这个做伙行的过程中间，咱也咧见证什么？一代一代的人经验上帝的恩典，受苦的人踮伫遮得到自由，受伤的人踮伫遮得到医治。就算讲有当时啊，踮伫一摆搁一摆困难，侪人无愿意听上帝话的过程中间，咱搁一摆吟诗的时阵，这首诗要成做侪人毋忘的记号。所以今仔日咱勇敢来唱，今仔日咱勇敢继续来吟上帝罗卜的诗歌。毋是任何人的气力会当完成这任务，是上帝的想象甲新的创造，要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一直显露出来。所以，照着以赛亚书，伊会讲，咱来吟吧，互咱会当邀请别人同齐来听咱的歌。伫这个歌声内面，会有全新的可能性，会有全新的开始。咱同齐来吟，因为基督的灵、基督的圣神会互咱得到自由。咱正做上帝的奴仆，咱会得到迄个永远不变的应允。咱是参与踮伫上帝奇妙的计划甲工作中间。上帝伫咱还未出世之前，就已经竞选咱。上帝伫咱还未有任何的想法之前，伊已经组织咱成做教会。咱的受苦，咱的困难，咱济心内底的声音，伊拢知。现在，伊要安慰咱；现在，伊要鼓励咱；现在，伊要使用咱，互咱看见上帝的光。咱是伊的奴仆，愿咱学习来跟对伊。同齐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听我的歌。伫我的歌唱出心酸，唱出哀怨，唱出一事无成的疲惫。伫你的歌显出恩赐，显出鼓舞，显出力量，显出堪比万国的光辉。听你，听我，主人仆人。奏出新歌，奏出奖赏，奏出独一无二的学乐。听我的歌，出黑暗入光明，去忧伤正喜乐。主人咧讲，仆人咧听，上赞应允，必然成就。上帝是咱的主人，伊咧讲话，咱咧听伊的话，咱也做伙唱咱的歌。愿咱身躯边的人，拢会当听见这首属基督的歌。咱同齐通过圣诗513首来成做咱的回应，用这首圣诗来回应主人咧讲，仆人咧听。甲咱行路对找一根
心，将伊恭敬，你遐喜喜的，今朝咱是主之喜，愿对基督界已经所高尊，天命上帝伟大所做，天命上帝伟大所做。主阮的上帝，伫你遐有奥秘，伫你遐有奇妙的所在，是人所袂会测到，是阮所无法度按算的。当阮今仔日踮伫遮，搁一摆吟出懊恼的诗，阮唱出的是阮心内面，济人的生命中间有哀伤，济人的生命中间拄着苦痛。济人的生命中间需要受到鼓励。当阮踮伫遮，同齐吟诗的时，你的话、你的歌要成做阮的愿望，互阮知，软弱的踮伫遮得到坚强，受伤的踮伫遮要得到医治，困縛的踮伫遮要得到自由。愿主你步步引带阮。互阮渐渐看出你的引带，你的带领，互阮看出上帝你的光要通过阮，照光每一个需要的人。将阮的祈祷摆在你面前，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坐。咱来看几项教会事工来分享甲报告。咱拜三的圣经学堂，咱所读的所在来到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13节，所以欢迎咱踮伫拜三的暗暝踮伫线顶，会当做伙来收看。好啊，过来，因为搁续来后礼拜就要过年啊吼，所以咱1月22、1月2到遮的主日资料甲聚会人数的资料，拢做伙牵伫2月初5吼，因为过来是过年的时间。啊，春节的时阵吼，咱对拜5开始到后礼拜5办公室会休假7天吼。啊，后礼拜1月22，咱干那一长礼拜吼，咱后礼拜新春礼拜甲拄啊好是主日。所以咱干那一场礼拜，啊9点新春庆社联合礼拜，啊咱会邀请陈上仁牧师来咱教会来讲道。好啊，最近出日共款爱小注意，咱教育大楼这个摩西过红海的优化，段老师拢一直来遮做修理的工作，所以咱咧出日变数的时阵爱小较细致一个。啊嘛有这兄弟姐妹甲我分享讲，这应该是踮伫欧洲咧大教堂内底，才会当看到人咧修理的，无想到竟然踮伫遮会出现即款场面。嘛感谢总务部的付出，尤其佫搭一个安全网甲引架搭出去。啊，迄天有一个教授来讲吼，恁这已经是世界级规格的修复工作啊，因为有当时啊踮伫台湾咧修理，无人咧挂安全网，所以伊讲咱做了真好，考虑每一个人的安全。所以这是世界级规格的修复工作吼，感谢段老师嘛，感谢咱总务部这同工做伙的努力。好啊，搁续来咱全年度读经的运动，邀请咱会当共同来加入吼。啊，咱拢继续会当踮伫教育大楼这边来报名。啊，报名到其实报名会当一直落去啦，但是咱头一部分报名到1月30，因为咱煞来要分互咱大家迄个读经计划本。啊，就是你读了，你会当踮伫后壁来写你家己所读了的日期。啊，期待咱要收的时间是明年的过偌济吼，所以其实是超过1档。也就是讲，你啥物时阵要加入，拢还佫会当加入踮伫咱中间吼。所以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踊跃来报名。咱通过1年也是1年外的时间，要将规本的圣经拢读了一摆吼。好。搁续来，咱会员好会会踮伫2月19，因为2月底迄礼拜是迄个228连假，所以咱会提早一礼拜，2月19号咱要举行咱的会员好会，所以请咱各团契的资料会当踮伫最近，踮伫今仔日会当交来伫办公室，互咱的同工会当来做遮的准备吼。好，搁来咱几项事甲大家分享嘛，邀请咱大家做伙来继续来祈祷甲关心吼。头一个咱尊敬兄弟已经踮伫昨咱举行告别礼拜，啊，今仔日因的家属嘛伫咱中间要咱大家致谢吼，请尊敬兄伊的查某囝的亲人伫咱中间，特别为着因继续关心甲祈祷吼。好，请坐。尊敬兄是迄个校园长老的后生吼，所以请咱继续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过来第2项校组长老。踮伫拜2，这礼拜拜2 9点半，要伫殡仪馆3之1号入殓室来举行日验安息礼拜，愿主来安慰。过来第3项五受祭，拜三早起踮伫大礼拜堂，拜三早起10点踮伫大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过来第4项中信兄。中信兄是拜4下晡2点踮伫大礼拜堂，所以请咱为着咱遮的家庭来祈祷。虽然是90几岁，但是咱犹原是毋甘。嘛会记哩这个时间吼，咱搁 check 一摆，来事情上一页。来，咱会记哩拜2校组长老是拜2上午9点半，伫殡仪馆3之1入殓室举行日间告别礼拜。过来五受祭是。拜3 10点踮伫大礼拜堂来举行告别礼拜，中信兄是拜4下晡2点举行告别礼拜。搁另外一项报告，就是咱搁另外一个兄弟踮伫拜5民主稳调，王生煌有人知影伊叫拉力，踮伫拜5暗暝民主稳调，因为时间已经无法度搁排落去所以必须爱听候到过年了才有法度搁排落去。
所以请咱为着咱教会中间遮济济拄着亲人离开的家庭，踮伫基督的中间三纪念吼。我做以上遮的报告。咱来读金句，以赛亚书49章第5节，咱读较慢的，哪看顶悬的罗马字，一字一字慢慢读。我伫舞台，上主就做我，互我做伊的仆人，通互雅各的后代倒转来伊遐，带以色列流亡的子民聚集换来。安尼，我伫上主面前会得到光荣，会嘛正做我的快乐。以赛亚书49章5节，好，搁一摆。我伫上主就做我，互我做伊的仆人，通互雅各的后代倒转来伊遐，带以色列流亡的子民聚集换来。安尼，我伫上主面前会得到光荣，我的上帝嘛正做我的快乐。以赛亚书49章5节。咱起日做伙来吟上行的诗歌，第391首《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得到永世代无煞。阿免。